話咁快咧，又到尾聲嘅時候啦。咁咧就送多一首正面嘅歌俾大家。呢一首歌我覺得係，如果大家有睇《九龍城寨》呢個電影，咁咧就會有聽過呢一首歌啦，叫做《風的形狀》。就係話俾我哋聽，我覺得喺呢個時代啊，大家已經係開放咗好多啦，咁可以去追尋自己鍾意做嘅嘢，而且去捉緊呢一樣嘢，捉緊自己鍾意做嘅嘢。人生係一定要好精彩咁樣去過，所以送俾你哋《風的形狀》。記不記得你將證件與機票連着一份渴望放入這背囊，執緊也好，旅居也好，也許你還未知道答案。為了找人生不同形狀，未知地放手去擁抱一趟，換個比回憶廣闊的視角，乘着那風的幻想，離別的故事失落途上，凝望那天高地光，沿路寫下我。長夜裏看找什麼，才值得你為曙光，為明日向往。儘管會不安，亦有些迷失不能命中，大風吹，太多見解已聽過，未想聽無非心裏的直覺，乘着那風的幻想，離別的故事失落途上，凝望那天高地光，沿路寫下我。長夜裏看找什麼，憑什麼你協防，為明日追索，仍然有一定要繼續堅持做自己鍾意做嘅事。好，咁咧，我見到有好多新朋友，咁咧就介紹一下我自己先。咁我係今日嘅主音歌手，叫做 Kyra。咁隔離咧就係我哋吉他手 Ken。Thank you。咁如果大家喜歡我哋嘅話咧，都可以 follow 一下我哋嘅 IG 啦。咁我嘅 IG 係 KYRA.HO_KYRA.HO_。咁啊 Ken 嘅 IG 咧就係 Kenrick 啊，KENRICK 1989
KENRICK 1989，哇！你暴露年齡系列。咁咧佢阿 Ken 平時咧都會有教下一啲吉他啦同埋 bass 嘅，咁如果大家嘅小朋友有興趣嘅話，都可以揾下佢咯。咁 thank you，希望下次再見，感謝。Thank you，thank you。